大家好，我係阿澤。今集咧同大家講嘅嘢咧就係關於一個連登鋪啊。嗱咁啊有一位嘅連登網友咧非常之熱心啊，咁佢又想咧解救香港嘅經濟咧喺呢個水深火熱之中。咁啊見到佢寫咗篇嘢，覺得幾有趣，同大家分享下咁樣啦。嗱咁呢個標題係咁樣寫嘅，呢位網友連登網友叫做雪糕爆谷啊，佢就寫咧5大刺激香港經濟方案啊。是但一樣都可以，就係嫖賭飲蕩吹啊！我覺得好撚正啊！如果搞得成咧，香港經濟有救啊，係嘛？大家出翻嚟消費啊，即刻咁當然啦，抄少啲牌啦，最好就嗱咁逐樣講下先。咁啊呢一位網友咧，雪糕爆谷啊咁樣寫嘅嗱，首先講個嫖先啦，佢係話啦，本來咧1樓1咧就係合法嘅，咁但係咧應該咧由政府啊直接起呢一個妓仔咧嚟去收呢個叫雞稅啊，就好過俾黑社會賺。就話啦，每年長官都去掃黃，掃完之後啊，咪又係繼續啊。嗱咁之前咧我都有去參觀過咧呢個港島嘅嗰個叫做富士大廈，咁都係非常之國際化啦，又有泰妹啦，又有韓妹啦嚇，仲有呢一個嘅呢個烏克蘭定唔知俄羅斯都有噶嚇。咁如果呢啲咁國際化嘅嘢咧，由翻呢個政府管咧，咁一定賺到錢嘅喎，呢一單嘢係嘛？可以收到稅喎，起碼嗱咁咧就話咧長官掃完黃之後咧，本身就浪費公帑啊，養翻長官嘅係嘛？咁啊順便咧俾佢哋咧放蛇啊，可能係食下霸王餐咁樣。咁我話唔知啦，即係都係啲傳聞嚟㗎啦。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有2隻韓國雞咧就話嗰啲長官食霸王餐跟住先至拉佢哋。咁佢哋走去投訴啊，揾個法官即係有單咁樣嘅案。嗱咁咧，呢個網友又繼續寫啦，佢就話啦，政府搞個紅燈區，大家安心去叫雞。日韓星馬泰啊任砌，庫房水浸啊好襟計，哇仲押韻添喎，好嘢啊，犀利啊，即係搞翻呢個叫雞事業喎，佢建議政府咁都係建議下啫，你可以唔搞嘅，咁當然。其實是但搞一樣都得啦，係嘛？唔一定要搞叫雞啊嘛。佢啱啱都講咁咧，除咗叫雞之外咧，呢啲可能太色情咧，唔係咁好啊。咁啊，賭錢啦，可以搞賭啊，咁啊都係啲賭錢。咁咧賭啊，其實依家不嬲都有搞嘅，譬如馬會啊、你賽馬啊、賭波啊嗰啲，咪賭緊錢㗎咯，六合彩嗰啲係嘛？所以都唔係話完全唔賭錢嘅。咁另外我哋香港就有個好大嘅賭場。就係嗰個所謂嗰個投資嘅市場啊，都係賭緊錢㗎嘛咁咧賭咁啊點做咧？咁我哋咪有個郵輪碼頭冇乜人用嘅，就話直接變做呢個賭船碼頭啦。咁啊揾埋阿周潤發啊、劉德華啊、周星馳啊同埋阿單立文做代言人喎，即係揾翻晒以前我哋港產片嗰啲賭片裏邊嗰啲主角啊，即係賭神周潤發啦、賭俠劉德華啦。賭聖周星馳同埋揾呢個侯賽因啊，係咪一齊嚟去做代言人？咁啊望住個大嶼山嚟賭錢，幾有 feel。就話啦，每個入場咧先派20蚊利是仔啊做賭本，間唔中咧搞個慈善啤王大賽，所有收益咧撥去馬會，好過咧浪費人力物力走去掃嗰啲啤牌場。仲有咧特首選舉啊、立法會選舉啊、區議會選舉啊。奧運劍擊比賽冚唪唥都可以賭，刺激埋個投票率添。就係咧，江文蔚都贏硬㗎啦，上任就搞掂佢喂，我覺得 OK 喎，呢啲等大家冇咁苦悶啊嘛，係嘛？唔係喺個城市度好悶嘅，有啲錢賭下咧，即係唔使多嘅，係咯，賭下都開心咁咧，跟住咧就話飲啦，飲就係咩咧？就係呢個係最正經嘅。就話咧香港製造嘅屈臣氏蒸餾水啦、維他奶、麥精啊、獅球嘜花生油啊、新力啤酒、本地可樂廠，基本上咧香港出品得嘅液體咧都係高品質嘅，就可以安排反攻大陸喎。話反攻大陸呢4隻字唔可以亂講啊，即係反攻大陸嗰個市場，OK，即係將我哋香港啲嘢飲賣翻上去咁又話咧同中央政府研究下。就話珠江橋牌咧就落香港設廠，就用東江水嚟釀酒，嗰啲咩竹葉青啊、玉冰燒啊轉做香港製造，飲酒都係飲東江水，就係流住東江血，幾熱血同愛國。咁當然啦，講起飲咧，
就恢復翻呢個免費交飲管啦，唔係點飲嘢。嗱，呢個我贊成嘅。嗱，前面嗰啲我唔識，但係我覺得咧，屌你個老母，真係交飲管係好撚緊要嘅。哇！嗰啲紙飲管冚家鏟撇嘅，又有怪味嘅，唉，真係搞唔掂。嗱，跟住咧，當我其實唔係好明咩意思喎。嗱，佢就話咧喺香港啊起個賽車場喎，就話賽車場咧隔離直接起個妓院，就話咧嗰啲 F1 車手嚟揸完波就揸車，咁或者揸完車嚟揸波都得啊。嗱，咁至於吹咧，就話咧賭船啊妓院入邊咧有大麻煙館，就可以一邊咧飲竹葉青、玉冰燒，一邊咧就食大麻，OK，再一邊賭錢，贏完錢咧再上房叫雞慶祝。就話由香港政府咧主導種大麻，本土農業咧全面復耕，人人有田耕解決失業率，人手唔夠咧就捉埋咧大嶼山新界咧嗰啲牛咧去幫手耕田嚇。就話咧做呢一個亞洲大麻合法化咧就第二條水，再輸入翻泰國同泰國咧就攣過。嗱，呢個我自己就唔係咁認同嘅，係啦，即係雖然好多人都話大麻唔係毒品啦，係嘛？咁但係我都擔心嗰個風氣嘅問題會令到啲人會食更加多嘅毒品啊，係啊，即係我自己都知道咧，大麻係可以醫到好多病嘅，因為我係嗰啲信陰謀論啊、信呢啲咩療法嗰啲人嚟噶嘛，即係我係覺得大麻呢樣嘢係有討論空間嘅，即係佢係可以醫到好多唔同嘅病啊嗰啲，咁但係咧你話攞嚟娛樂用咧又另一回事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風氣要好謹慎考慮，我又唔敢講話我一定反對嘅，但係我好大嘅疑慮咯、擔心咯，係咯，我又未去到反對嘅，因為人哋歐洲啊、荷蘭呢啲地方佢一樣咁樣搞，個國家都冇諗滅國，係嘛？咁但係我就有啲疑慮、有啲擔心咯，可能監管上面要嚴啲，諗得清楚啲咯呢個位。咁咧呢個網友又再寫啦，就話啦，只要啊特區政府夠膽做啊！就話香港經濟一定再次起機，就話咧五大方案咧有一個都可以嘅，就話保證咧香港咧可以行多50年嘅大運嚇，就話大家推俾啲應屆議員啊睇下，就話拯救香港刻不容緩咁講啦。嗱，我覺得後面呢幾句有啲玩膠嘅，但係前面呢啲咧幾得意啊，即係我覺得有啲邊啲係容易做嘅咧嚇。即係你話你要同大陸傾啊，咩設廠啊，咩反攻翻大陸市場啊，就難啲嘅，即係嘢飲嗰啲係啦。咁你話咩賽車場呢啲啊，都係太撚大壇啦。你話搞毒品啊、大麻嗰啲咧，我自己就好多疑慮啦，都好多道德撚啊會反對嘅。即係我又唔係去到反對，但係我又好擔心有疑慮。咁我諗最易做就係嫖㗎啦，係咪啊？搞個紅燈區係咪啊？現成嘅嘢啫嘛。呢啲都唔係太難搞啦嚇，現成嘅嘢收翻叫雞稅，好過啲人淨係咁北上玩。大陸啲人都落嚟玩啦，好多國內同胞落到嚟香港都會去富士參觀下噶啦。咁所以你搞翻個合法紅燈區，我覺得係有得諗嘅。咁另外賭錢我都覺得有得諗啊，因為你個碼頭擺喺度唔使再起過啊嘛。你整賭船碼頭啊，可能揾翻啲駁車啊過去係嘛，咁啊揾下啲人做代言啊，即係呢啲比較簡單。咁另外馬會嗰度可能俾多啲項目佢哋可以玩咯，係咯，嚟緊好似話籃球都可以賭啊嘛。哇！如果打拳啊嗰啲可以賭啊正啊，你游水啊、跑步啊嗰啲冚唪唥可以賭，係嘛？幾撚過癮啊！同埋可能搞下啲咩慈善啤王大賽啊，Poker 又可以搞咯。咁我覺得淨係搞黃賭啊，你都已經夠刺激經濟啦。咁當然呢啲都係大家嘅幻想啦，政府就未必夠膽孭咁大壇嘢啦，因為佢哋做幾年就收工噶啦嘛，係嘛？咁即係純粹網友出嚟打下飛機咁樣叫做同大家分享下咁我都係咁樣諗噶啦，冇啊，我覺得真係黃賭啊比較容易啲做，後面嗰啲嘢咧就又要同人哋協調啊，跟住有好大嘅道德問題咁都係比較麻煩。嗱，咁今日咧呢個分享差唔多啦，關於呢個網友寫嘅呢篇文都幾有趣，咁啊講到嚟呢度都冇咩特別。嗱，咁照舊啦，中意我哋節目咧咁啊可以訂閱翻我哋嘅頻道啦，咁我就係下次見啦，各位網友，拜拜。